原因讲出来，让我们了解，说原来世界的形成就是我们一念妄动，搁较那想袂通，那会咱的妄念有法度形成世界众生业果，真的你都想不透所以我们要回去就是要把我们的妄念去掉。你妄念都没无妄念，你叫我都回到原来本点。你若有妄念就是伫个六道轮回内底咧轮回啦。你拢无这拢无，这拢无的时阵，我们的声音就断了啦。声相会尽了，拢唔免伫凡世间搁出来，无形象啦。所以我们就是要研究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凡尘都是多余的。你看咱伫咧处理代志你那个回到咱人的最终点的时候，再来看我们一生，是不是拢假？都是多余的啦，假。所以迷惘有虚空，有虚空以后然后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你看嘛，本来都拢无的本来都没。我们就是自己假搞啦。我们不要起心动念的好假搞起心动念讲好，我正要做做工课。所以这个阿昧空本无形成世界的空本来就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没有。然后归元性无二归到我们的本来它的性不管你怎么修都能够归到本来的话，佛性都一样归元的性无二，方便有多门要怎么修呢？25门都可以你用什么方法来修，只要你有办法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可以都已经可以回到本来的所以今白素贞，佛出娑婆界佛出现在娑婆世界，他此方真教体这个娑婆世界的真教体清净在因闻就是要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都是在因